大家好，我哋係日翠玉器，我只賣天然緬甸雞肉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香水瓶，白底青金絲種嘅香水瓶。金絲種名正言順1cc嘅，佢啲顏色1cc嘅，叫金絲種，白底青，有瓷白嘅感覺。頂蓋馬魯嘅，可以扭開，裏面有螺絲牙，中窿通窿入到香水，順牙扭返入去。白底青金絲種香水瓶有不同款式尺寸可供選擇，而我手揸呢一個嘅尺寸就係長25mm，闊19mm，厚11mm。有興趣嘅可以嚟門市睇下現貨啊！好，今日嘅視頻去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係日翠玉器。